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欧洲的国家立陶宛来宣布，要搁寄付235900剂 AZ 疫苗给台湾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当初台湾捐赠喙安医疗物资给其他国家，即卖当咧产生着正循环咯。啊，立陶宛的做法，嘛会当看出中国施加压力原来是无采工。另外，疫情加真稳定咯，八大行业什么时阵会当恢复营业呢？苏院长讲会慢慢来开放。立法院针对纾困振兴相关的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编制过程报告备询，7月27经过降级了后，八大行业要伫停业，啊，即马疫情有较回啊，什么时阵会使重新营业？渐渐愈来愈开放，不过唔敢一步跳伤紧，啊，咱即马就若稳定，咱会渐渐一直开放。经济部讲已经开始研究会甲指挥中心密切的联系。另外，立陶宛再度宣布讲会送235000剂AZ疫苗予台湾。苏贞昌表示讲，因为台湾帮助喙安等等医疗物资，啊产生正循环，嘛坚守民主价值，愈来愈多国家更加重视台湾啊。从立陶宛这样的做法，也可以看出中国横加压力没有效。针对疫苗预算，立委自己讲，一开始跟他编研究的预算，敢无采买预算？不是这样，去年早在我们本土疫情160天都是零确诊的情形下，我们都已经开始在买疫苗了。疫苗采购当然编的时间比较晚，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疫情。好，那所以后来我们总共是编了411亿，那明年又有公务预算来指引这一部分。那目前的编列总共的疫苗采购经费340亿，哈，那现在已经运用了217亿。强调讲疫苗预算不是问题，会顺个人的共识，应该买偌济就买偌济。